很多播放清单都已经加到媒体库了。然后那频道的你看，频道的订阅频道有没有？台大开放式课程，台湾大学 EDU 频道有没有？点按进去哦，那个播放清单可以加入，播放清单哦可以加入，播放清单可以加入媒体库啊。内容丰富啊，很多宝贵的资料。